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嚇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叫做 Fortier，中文咧就叫做蜂超科技嚇。咁喺深圳基地嘅一家，就專做咧一個叫做電機驅動控制芯片嘅設計同埋研發。嗱，都係一個科技股嚇。咁啊，6月30號開始招股，7月4號早上9點半啊截止認購啊，7月9號首掛喎。定價咧就120蚊半嚇，入場費都成12,000多啲，集資額咧就19億多啲。嗱，雖然唔係價細亦都唔係集資額細嚇，但係咧做芯片你知都係一啲叫做先進科技啲嚇，同埋國產替代咁樣嘅一個概念喺度，相信都會受歡迎嘅。咁大家自己睇下有冇興趣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啊，以上所講個股份我係冇持有嘅。